欧阳修跟宋祁，宋朝的欧阳修，宋祁修的编的新唐书，3000多页。韩柳、欧曾、王三书，韩愈、柳宗元、欧阳修、曾巩、王安石。三书：书信、书事、书册。这唐宋古文八大家，唐宋古文八大家。政治上有相对立的，政治上是新党旧党对立。